正道为主来我的教会，请郑牧师。主所听遐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去一摆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阮来敬拜你。掠你做上帝的家庭是有福气，食出你的囝儿的家庭要受祝福。全今仔日同心敬拜伫你的面前，阮恭读上帝你应允的话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互阮因为敬畏你，阮的家族就上帝你对天人来的稳定，也互阮的囝儿孙真侪有智慧、有是非、有善良的心的家庭。所以，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同心敬拜，恳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互阮活伫主你的真理中。祝福阮的家庭真侪为主你来活的家庭，互阮的人生真侪为主来活的人生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无论生无论死，拢互阮享受上帝你的活命，到永永远远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诗篇33篇12节，是牧师要邀请咱来读。咱来当将这个圣经节改做，为着上帝来我的家庭是有福气，因为因是上帝的囝儿。用安尼的角度来读这段圣经。这段圣经讲，用上帝做因的上帝的国家有福气，因为这礼拜日本因的改选了后，因的总理首相石破茂引起真大的讨论。因为日本是一个基督徒真少的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是伫全亚洲第一个有基督教福音入到这个土地的国家。伫475年前，天主教的神父就将福音传到日本，但是天主教入去了后，拄着日本上界保守的幕府将军的时代。日本是一个真有文化、真有传统的国家，所以对外来的物件真排斥，因嘛真固执。所以有人讲日本是一个福音的硬土。所以当石破茂这届受选加做日本的首相的时阵，全世界大家拢在讨论，特别伫这礼拜的这个论坛报中间用伊做第一版的这个福音的信息。伊讲希望这个首相会当带来福音，互这个国家受到祝福。我看到这个论坛报的第一版咧讨论这个时，我心中唔是讲不以为然，我真好奇讲，伫日本100年、130年左右的有这种的民主的首相的制度以来，到底有几个基督徒成做日本的首相？若无毋对，石破茂是第4个成做日本的首相。我阁继续咧想。嘛，阁继续咧搜寻。我问讲，这个伫过去中间的前的3个日本的首相，到底因对日本有偌大的影响？后来，伫 OpenAI 就是咱咧讲的这个智慧搜寻的软体内底，伊讲到这3个首相虽然拢是真敬虔的基督徒，但是因的信仰并无带互日本。无论是伫政治的政策，或者是伫国家的建设，有因为伊基督徒的角色，互日本有足大的影响。这句话互我有足深的感慨。改变一个国家，常常拢毋是一个政治家。改变一个国家，亲爱的姊妹，是你甲我。台湾的教会嘛，拢有这种的想法。咱来当选出一个基督徒的总统。台湾就好啊，但是过去无论是中国，无论是台湾，有几个做过政治的领导者，因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互中国甲台湾有甚么种的影响？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互咱这的基督徒对台湾的影响，也过
遐个政治家因对台湾的影响，也即你敢愿意？咱做伙来互咱的台湾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来因为敬畏上帝，咱的家庭就受祝福。咱的教会来伫台湾，真做一个光甲盐，台湾就受祝福。我咧回想台湾过去的基督徒，台湾到今年拄拄是400年的历史。你讲牧师敢有遐久？400年的宣教的历史是对荷兰人第一个牧师来到台湾，伊的时间足短，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无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当荷兰人离开了后，台湾阁倒去到伫迄种拜拜、道教甲不教的社会。但是荷兰人第一个伫400年前来到台湾遐个牧师，因为为台湾一个叫做西拉雅族，你捌听过无？因伫迄个所在翻译福音书的圣经，迄个福音书的圣经直到今仔日，还阁留伫台湾。就安尼，台湾有受到这西方的文化影响。台湾虽然是亚洲毋是第一个福音的国家，但是台湾我感觉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国家。这西方的牧师，无论荷兰时代，或者后来对苏格兰、英国来的这宣教师，因带来新的思想，带来新的教育，带来新的医疗系统，以后台湾人受教育。台湾人伫这个福音的过程顶端有受改变。总是我嘛要搁有关甲兄弟姊妹讲，咱毋通干那期待有一个基督徒来做政治的领导者，国家就会当全然改变。最重要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个国家拢见证，我要遵照上帝的良善，我要用上帝的听痛，我要用是非来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的教会祈祷，因为过来即任的中级的改选，牧师无法度陪中级到最后因的任期的结束。但是毋免惊无牧师，都到咱的心中有上帝，恁同意吗？这间教会无一定要有牧师，但这间教会若有一个真正真实的基督徒，听上帝。这间教会要成做一个世世代代无变质，愿天要上帝纪念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会当一步一步一步。愿这间教会庆祝100年的周年的时，我要有健康的身躯，阮一定跟陈牧师都来参加咱教会100周年的庆典，因为对阮来讲也毋是真遥远的代志，因为咱的教会今年已经92岁。所以8年后，我甲陈牧师应该要个拥有，我要个会甲咱做伙讲经，做伙做礼拜。但是做一个老牧师，其实我心中渴望，这间教会有好的中职，有好的父母，通教恁出好的子孙，好毋好？愿天父上帝甲咱萨甲地，特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所以过去台湾有偌尼侪基督徒。因要担当过有影响力的领导者，你嘛会当对历史来看，其实影响人类的历史中间有一寡真优秀的基督徒。但是我念这个人的名互恁听，因为这个基督徒，伊对国家的影响甲牧师同款，因用真理、用良心来起造，特别是欧洲的教会。我要用这段圣经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，也为着台湾祈祷。我深深感觉做一个台湾人是一个有福气，你有福气无？台湾是伫亚洲中间真有福气的一个国家，虽然人口毋是足济，但是最近有一本册叫做《台湾能为什么日本不能》。哎呦，你讲靠这种册倒边写的袂？过去咱拢讲日本能，台湾为什么不能？但最近有一个日本的记者。伊因为太疼台湾，所以当伊这个中公司要甲伊调到日本的时阵，伊无爱倒，伊留伫台湾。有几个这种的日本的记者，因真爱台湾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台湾会当，为什么日本袂当》。当然，伊讲到这本册内底有一寡理由，伊讲日本的少年人对国家
的前途的关心，无因比台湾青年较足。日本的青年投票吼，选举投票，听讲因的比例是30%左右啦。但是台湾的青年人，因为着家己的将来，因知影投票的重要。所以在座兄弟，无论你是支持柯 P， 无论你是支持国民党，无论你是支持民进党，上重要，你要支持台湾。咱会当选择政治的领导者，但是咱也选择有是非、疼惜这个土地，互台湾真正会当成做一个美丽岛屿，是上帝所祝福的。兄弟姊妹，咱这群人是耶稣所竞选要影响台湾的一群人。你愿意咱同心手牵手，做伙来影响台湾吗？过去的教会是咧影响社会，因为过去的教会的社会的教育程度较低。我的阿嬷迄辈有读过册的人足少，特别是查某囡仔，对无？我的阿嬷若伫咧今仔100几岁，迄个时阵的查某囡仔若有读过册，是少的少，除非伊的家庭是经济真袂歹。过去是台湾的教会咧影响社会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你敢会当问我，敢会当回答牧师这个问题？今仔日是社会的影响教会，还是教会的影响社会？求天父上帝，互伊的教会永远有影响力。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，互咱这群人虽然是草地人，是住伫庄脚，但是咱的影响力并无输住伫都市的人。耶稣所用的人真少，11个人，但是这11个人后来400年左右，将一个罗马这个帝国改造成做一个用基督教的信仰最信仰的国家。当然，其中的一个理由，不是因为这个信仰是罗马国王伊感觉足好的安尼那点，是因为愈来愈多罗马帝国的人。因相信基督耶稣基督，所以连国王嘛感觉伊需要得到教会的支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会当享受伫主的内面迄种甘甜的生活。顶礼拜牧师用这个题目甲恁做分享，其实嘛是牧师为恁祈祷。来教会敢若做礼拜、听讲道，咱若无真正享受到上帝伊的恩典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安尼无够样，因为咱毋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，咱是一个享受耶稣活命的基督徒。所以，愿每一摆上帝为伫这个礼拜这个主日，互师会的中集宣读，互牧师所分享的时阵，每一个听上帝的话兄弟姊妹，恁的生命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，互恁享受。伫伊的内面，迄种的甘甜，到耶稣基督的疼，会当互人的生命有满足的喜乐。到只有上帝圣洁的公义，才会当互人对罪的中间得到逃亡。这两项伫基督教中间非常的重要。信是因为相信上帝所有一切良善，一个人若认捌到正直良善。伊生命自然就慢慢正直良善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互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用上帝话做咱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那么伫咱的教会中间，用基督的心来宣出，过来新的一任的中集，一任的中集要陪伴这间教会，伫教会做交接接棒的将来，陪伴新的牧师。继续向前行，求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，也互咱的兄弟姊妹讲：主啊，我无一定会当受选做中集，我嘛无一定需要受选做中集。但是今仔这个牧师有邀请我，做真实的基督徒，用真实的信仰来影响这间教会，用真实的信仰来影响你的家庭。呀，这你愿意吗？有真侪囡仔因长大的过程中间，无法度真细正，
通常总因为家庭过去伫家庭生活甲信仰生活顶悬有破口，所以阿公老爸伊生命中间无完全的迄个信仰的影响力，有当时会伤害到伊的囡仔。我无意思批评咱中间任何家庭的许大人，也这，但是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拢有好许大人，将来拢有好子孙。愿天父上帝伊的慈爱，伊的公义，成做恁的生命中间真阳光的记号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中间。顶礼拜牧师甲你讲，亚里士多德谈幸福论。顶礼拜牧师甲你讲，孔子谈什么？五福。但是耶稣谈八福。耶稣所讲的八福，其实就是福音。福音敢有互你的生命人生得到满足的喜乐？如果你若感觉还无够样，也这唔免客气，甲上帝讨。牧师为恁祈祷，愿主耶稣所带予咱世间人所一切祝福，对咱的家庭开始，直到全台湾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台湾这个小小的国家，将来咱的囡仔行到天边海角，人若问伊讲 Where are you come from？ 你对来，伊会当真骄傲甲伊讲，我对台湾来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摕台湾的护照比摕中国护照较嚣摆啦，单位讲起足粗鲁，但是有影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若出国伫全世界行，你摕中国的护照，甲摕台湾的护照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因为台湾的人民有某一种的气质甲素养，渐渐甲中国的文化无啥共款。咱袂伫个街上安尼音响放甲大声，规阵人都踮咧跳舞啊！人叫伊较细声，伊嘛连参嘛不爱参。这个社会有伊新的文化，台湾是一个真多元的文化的国家，恁讲对毋对？台湾是一个真包容性的岛屿，你讲对毋对？台湾用阮无共款的主张，无共款的思想。这就是台湾能，日本不能啊！这个记者讲，为什么台湾真侪全世界第一个亚洲的国家，真正伫伊的法律上顶悬立一个法叫做同婚合法化？当然有真侪基督徒感觉讲不妥，迄是宗教信仰咧讲，但是伫全世界中间咧讲到同婚的时阵，是咧讲起伫一个社会中间。伊用阮人追求无共款，对家己生命的自觉甲主张。你毋通误会讲牧师感觉同婚的这个问题是亲像咧定法律共款。台湾真正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国家，台湾人嘛有真好的特质，咱毋免家己碰风讲甲一堆。但是就像拄则我讲。兄弟姊妹，咱要真侪上帝用来祝福台湾的一群人，你愿意加入吗？主要求你帮助这间教会，互阮真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。伫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有一寡基督徒的政治家，一个叫做 Thomas More， 这是一个英国的亨利八世的一个宰相、国会议员，伊真正影响当时的英国。第二个人对我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家，其实伊毋是政治家，但是伊嘛是政治家，因为伊是梵蒂冈的国王，咱叫做教宗，约翰保禄二世。这个人伫我成长的过程中，伊的故事影响我足深，因为伊毋是干那做一个神父，做一个牧师，伊用伊的信仰影响全欧洲。特别全欧洲伫迄个共产主义的影响的中间，东德、东德有真侪国家无信仰的自由。约翰保禄二世是一个波兰人，伊不妥协，不害怕，伊伫共产制度的中间为上帝讲话，
伊嘛为着上帝教会做真侪了不起的即种的谈判，所以递到伊伫共产制度的中间，将波兰的教会重新搁再起造起来。所以有人讲，伊是互苏联瓦解的足要紧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。今日牧师毋是要甲恁上这历史的学问，搁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国会议员，伊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。这个人是一个伫英国人还阁无真明白讲蓄奴就是掠乌人来做奴隶，这个制度是毋对的。但是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人，以前少年就伫国会讲，英国是一个伟大国家，不应该做这种无人道的代志。所以伫伊的身边邀请一群有正义感的基督徒，做伙祈祷，做伙读圣经。30年改变英国的一条条款，废除掠非洲人来做奴隶、乌皮肤的人来做奴隶这种的制度。今仔牧师甲恁讲遮的最主要就是要提醒，咱虽然有享受灵命的快乐，有追求信仰的自由，但是咱嘛有一个叫做社会责任。亲爱的姊妹，基督徒伫社会有做见证的责任。耶稣讲：“恁就是世间的光。”你会记得这个假释吗？世间的意思是什么？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时代，基督徒是要说是，不是要说不是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间，不是跟这个世间无关系。咱好就好，不是。咱活伫特定这个社区，爱对这个社区有贡献、有影响力。咱做基督徒行出去，就是代表上帝。人看到咱，虽然伊无一定马上变成基督徒，但是因会讲出一句话讲：因基督徒甲人无共款，就互人讲迄个好的无共款，毋通讲迄个无好的见证。求主怜悯帮助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牧师少年的时阵，真正有雄心壮志。我一直期待讲，伫我一生中间当成做一个对台湾有影响力的人。所以，伫成大的时，我就咧思考讲，将来我的人生的生涯规划，到底我要做什么种的职业？我有可能会当做一个工程师，我嘛有可能会当做一个新创的工程公司的老板，我嘛有可能会当较认真读册，将来倒来学校教册。但是上帝给我有一个感动，就是政治对人的影响，无法度亲像宗教信仰对社会影响遐尔彻底。迄个时阵我并无了解甲遐深，但是就一个直觉，这条路就行将近40年。亲爱的姊妹，宗教对一个国家的祝福甲影响力，有时大过政治。恁敢知影？因为这就是良心的工作，是一个对真理的坚持甲见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享受灵修的迄种的安慰尔，咱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对你的家庭开始，到这个会，我感觉少年的时阵，迄种的雄心壮志讲起来，其实真好笑。人连改变家己就真困难，凭什么去改变国家？人连改变家己的家庭就真困难，凭什么去改变社会？但是咱无绝望，所有的改变对咱个人开始，所有的改变对你的家庭开始，也这你愿意吗？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2000年前的耶稣是安尼做。因为伊叫少少的人，伊好好陪因，用伊的生命去改变。耶稣身边这12个人，后来因佫摊开了后，因逐所在影响全世界。直到今仔日，伫全世界拢有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礼拜牧师要甲咱讲3项。第一，
我会当为上帝做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会当为上帝做什么？然后你会当问你家己讲，我会当为德堂教会做什么？也即你若爱这间教会，你若听这间教会，你若感觉这间教会是你第二个家庭，你敢愿意为这个家庭做淡薄的付出？咱甲主耶稣讲，主啊，今仔日牧师邀请阮读罗马书这段圣经，伊讲我若活是为着主来活，主我愿意，也即你敢愿意回应今日这段圣经？我若活，我要为主来活。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耶稣为我死，啊，我要为伊来活。因为耶稣的死，我的生命彻底上的改变，我才知影什么叫做生命。因为这个为我死的耶稣，伊竟然会通搁活，伊的手中有活命的权柄，伊生命有水甲良善的荣耀。伫这个世间，无人亲像这个这样伟大的耶稣，会堪得做我生命的救主。所以保罗讲：或者生，或者死，咱拢属于伊，咱拢属于伊。所以听你姊妹讲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所有将来为你做的，我无计较人知唔知；所有将来为你做的，我无计较人的掌声，我无计较人的恶乐。主啊，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做这种好事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快乐的。也即愿上帝互你伫一生中间享受为主最对的代志、最好的代志，迄种的欢喜甲满足。你感觉讲，主啊，我一生实在有价值。主，我一生虽然无赚大钱，主啊，我一生虽然无真悬的社会地位，但主啊，你互我逐方面面面俱到。你互我的囡仔健康，你互我的囡仔思想正确，你互我的囡仔有好的工作，你互我的囡仔有健康的身躯，你互我的囡仔做正直真实的基督徒。或者你若爱你的囡仔有这种的祝福，你首先需要真正做真实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还我所行。也再想看卖咧，伫过去你的年纪中间，你为什么？你追求什么？对今仔日开始，愿主的圣神帮助咱，互咱找到咱人生的标杆。保罗讲：“我向着标杆直跑，有无？”求天父上帝赏赐咱足清楚的。我的人生中间，我要做什么？是会当互我家己心欢喜、心快乐、肉体安宁行去。我的一生要做什么？才会当互我的囡仔因抬得起头来。因为伊的生活中间，你感觉讲，我感谢上帝，我有一个这种的爸爸；我感谢上帝，我有这种的妈妈；我感谢上帝，我有这种的阿公。但是我更加欢喜，有一日我的囡仔，因为我来欢喜和感谢。兄弟姊妹，还我所行是为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你的生命中间，你享受着主耶稣带予你的福音的滋味，互你享受做基督徒的欢喜甲快乐。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。咱伫这间教会中间，咱欢喜参与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项小小的工作，拢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来互人得到祝福。耶稣讲：“恁所做这事，就是做伫我的身躯。”也这听见了吗？还我所行，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真爱讲德蕾莎小女看到迄个乞食的故事，你了会记无？一摆要去灵修会，伫火车头，火车要开，噗！伊看到一个乞食。徛伫遐，出声甲伊叫讲：“小女，小女，我腹肚枵。Sister, sister, I am thirsty。”
迄个乞食的埋怨的，迄种怨叹的面容，火车开去，德蕾莎修女一世人无法度袂记，因为逐摆因若伫礼拜堂跪落来祈祷，迄个乞食的面容，慢慢变做耶稣的面，甲伊讲：我的查某囝，我的查某囝，我目都要。耶稣用伊的邀请，和德蕾莎修女一世人全然无共款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享受耶稣所予伊新的生命，伊正做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一个阿嬷。全世界真侪教会嘛受到伊的影响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问上帝讲：我能够做什么？拄则我甲恁讲，真侪人 ，Thomas More 好啊 ，William Wilberforce 好，也是迄个约翰保罗二世。伫最近牧师要甲咱介绍一本册，叫做《行动的原点》，伊咧讲起伫20世纪中间有10个对社会真有贡献甲影响力的人，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做韩马绍。这个人就是前的联合国的总干事。联合国的总干事，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。伊受选的时阵，伊带一个使命感。伫伊家己的日记的中间，伊留了2句话，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。伊跪在上帝的面前，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今仔日你将这个工作交予我。我伫一个世界追求公义和平的这个组织的内底，主你予我做一个执行的总干事。我应该怎样做，才会通将你天国的伦理带入这个国家？这即摆中东争来争去，咱介绍咧看布袋戏，看好戏，对一个国家，但对一个国家，对咱来讲，个性对咱来讲，无啥物通惊，也无啥物通艰苦心。联合国就是希望会当促进人类和平一个组织。这个韩马绍伊讲这句话讲：做我着怎样做，才会将我的信仰带入去我所生活的环境的内底。这牧师要用这句话鼓励你，你若是一个真头路的职员，你会当为你的职位、为你的公司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如何将我的信仰带予我的同事，带予我的朋友？主啊，我的家中内也未完全信主，主我要怎样将你的天国的伦理带入去到伫我的家族的中间，互人认捌你？第二句的祈祷伊讲：主啊，愿全世界拢认捌你，主也愿我这个身躯我的生命，会当互人通过我看到你。现在我用这两句话来送互咱。今仔日毋是咧讲这个伟大政治家的故事，毋是。伟大的政治家背后，若有值得咱做基督徒通学习的所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主，凡我所做，拢是为着你的缘故来做。现在你刚才讲，牧师，我的教育程度嘛毋是足悬。牧师，我的经济嘛毋是足好，牧师，我的能力嘛有限，但是你会当祈祷，你同意吗？韩马绍对祈祷开始，伊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我会当为你做事。你若愿意，主耶稣会甲你讲，你会当为伊做什么种的代志？愿咱的教会伫伊的面前，拢有一群人。咱的教会捌做一个祈祷，对一个模仿，对一个学习。因为恁捌听过牧师甲恁分享，叫做John Wesley、约翰卫斯理牧师的祈祷，恁会记无？主啊，求你赏赐我100个同工，过来咧，是什么拢无爱，爱什么？爱上帝。是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。然后我要将英国献给你，我要将英国改变出来。英语叫做 Turn the world
upside down，我们要将这个英国改造、改变，互伊真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国家。这个人祈祷上帝有听无？有。这个祈祷陪咱的教会已经不止超过20几年，要30年。兄弟姊妹，咱甘愿意同心甲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今日这牧师邀请阮的教会若有100个专心爱你、过真实基督徒的生活。第二个邀请牧师要鼓励咱伫主的面前读这段圣经。然后你读这段圣经了，你甲翻手伫顶悬，美国的总统若要就任，伊一定会互大法官摕一本圣经，伊要就任的时，一定翻手伫圣经的顶悬宣誓。真好笑，伫赖清德当选总统，萧美琴当选副总统，有真侪教会牧师拢咧问讲，萧美琴伫伊的就任的时，伊敢会打一本圣经去总统府翻手底下做祈祷？大家拢想讲，伊若翻手圣经祈祷，安尼就会真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真实的基督徒是对你的心中甲上帝讲：阿们。我若活是为着你来活，或者生，或者死，我拢是属于你，我拢是属于你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出声。咱做伙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管你。管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为着咱的教会，无论受选无受选，伫大项事顶悬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所有大小事，无分大事，无论小事，伫你看，拢是大事。伫世间人看可能是普通的事，是小事，但是愿我用听你，因为你会听。我来听我身边的人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会当亲像耶稣身边迄群人，2000年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最近我读一本册，是一个足出名的灵修导师，伊叫做卢云。恁听过牧师讲足个改这个人的名？伊有一本册叫做《In the Name of Jesus》。宝宝一本册有中文的翻译本。伊讲凡我所行，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嘛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常常将耶稣的名放伫你的心内。当你尊耶稣最大，你的生命会得到耶稣的圣神的引带，咱的生命要无共款。安怎无共款？第一，当咱的心中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咱袂凊彩过生活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人跋倒永远有，人做糊涂的事有时嘛会有。伫有意无意中间有时，咱生活伫这个世俗化的社会，交际应酬，三不五时啊，嘛亲像假笑共款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咱会记得。咱的生命已经属于耶稣基督。耶稣是一种心中的上帝的囝。耶稣伊家己愿意屈给家己来服侍人，所以圣经讲，伊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伫咱的教会，若要做中级的人，是首先先学习服侍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是一个会通亲像耶稣基督讲：主我。无能力通做大代志，但是我愿意，任何卑微的事，主我拢愿意做。愿咱的囡仔也是伫服侍中间来成长。我要感谢咱教会所有的爸爸妈妈，甲咱所有的教会有囡仔的家庭。咱的教会有一真水的传统，就是咱的爱餐了后，咧揉桌顶，咧受椅啊倒爱是啥物人？毋是牧师，毋是中职，是咱的囡仔。因为咱共同拢感觉，咱的囡仔若会当服侍，对因的将来品格是祝福。恁同意吗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
咱对最微细、上介细，人无感觉伊了不起。但是圣经说，在小事尽忠，各安呐，在大事上也会尽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凡事为着主来做。咱伫大事小事顶悬，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。第三，牧师要邀请咱爱认真读圣经，爱捌好歹，爱捌水歹，爱坚持。我是一个有清气性的人，我的生命已经属于耶稣基督。那安尼，我的身躯就唔好去凊彩。主人民帮山，亲爱的姊妹，决志由得咱，但是做出来有当时由不得咱。但是你通花手伫你的生命讲，主帮助我，互我有清楚的决心，也帮助我有够额的气力。任何你讲做好的代志，想使我甲我的子孙将来活出来清气、圣洁、良善、尊贵的生命，主帮助咱，互咱将来咱的家族是一个抬头挺胸的家庭。求天父上帝用伊的荣耀穿伫咱的生命中，都来到今仔日的这句圣经节，伊讲用摇花做上帝，迄个国家有福气，主啊，台湾有福气。400年前，你想述台湾有福音入台湾，后来过一批对英国来的在台湾的这宣教士，包括马偕，包括巴克里牧师，因来到台湾，死伫台湾，因将因的一生献予你。做台湾也因为因有现代化，台湾有好的病院、西方的医疗，台湾有真好的西方的教育。后来台湾有真多新的文化，伫这个台湾的中间成做一部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台湾成做受祝福的国家。上帝所拣选成做家己的子儿、产业的人，迄个家庭有福气，也这。你甲家己讲，是我，主啊，我有福气，我相信，甲我会行行顺顺，要伫你的稳定中间，佮继续真做有福气的人。要离开礼拜堂之前，你伸出双手，你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，你逐种好的品格，主赏赐我好的思想，主赏赐我有平安的情绪。主互我的品格，互我的情绪，互我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你甲我三甲地地，互我伫一生的中间认捌有价值的事，互我伫我一生中间认捌有价值的事。或者你的囡仔在认捌有价值的事，伊的投资会很精准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无保恁赚大钱，但是牧师邀请咱。伫你的人生中间，知影对你的生命真有价值的事，就是真做上帝的家子。最大的价值就是伫主的真理顶悬过荣耀的生命，做上帝公平的家子。耶稣所讲的八福，就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；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咱甲上帝讲阿门。主啊，阮就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求你互我的囡仔看到好歹，伫因的人生的中间，伫成长的过程，毋是干那会晓学英语，第一个更要紧，先学基督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教咱的囡仔爱学真多的知识。最近学校咧比赛，即个国小的囡仔伫咧英文的演讲，你有听到即个好？是呢？咱的教会有一个囡仔有参加过哦，以前介绍嘛有参加，哈，兄弟姊妹，教咱的囡仔学英语，教咱的囡仔学这知识，更加重要，教咱的囡仔基督。天国的语言是伊生命中间第一个重要的语言。兄弟姊妹，你若不要基督，你就当然无法度教你的囡仔基督。但是你甲上帝讲。就算做我袂晓，我嘛要学到会晓，阿免嘛。就算做我袂晓基督，我嘛要学到会晓基督。主求你帮助我，
互我会当进入你所赏赐我真正尊贵的国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免移民去美国，咱嘛免移民去真个欧洲的国家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生活伫这个土地顶端，咱的子孙伫全世界，因讲你对来，伊讲我对台湾来，因讲哇，恁台湾是全世界上好生活的国家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，全世界拢是好生活的国家。愿伊的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得到上帝对这事教永永远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，互今仔日阮做伙做礼拜遐的姊妹，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伫阮接续的圣餐，当阮伸出双手来领受你的圣餐的杯时，主耶稣你圣洁的活命就活伫阮的内底，互阮为你来活。主愿啉你圣餐的杯时，主你的宝血就洗清我，互我的嘴清气，心清气，互我的手清洁。主教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主帮助我，伫今仔日的圣礼典礼拜中间，主互我得到把助。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听候圣礼典，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